政府統計處早前發表最新人口數字，同2024年年中比較，大致維持不變。香港人口持續高齡化同少子化，但整體人口仍然維持穩定，可見各項搶人才同輸入勞工措施成功抵消人口自然減少嘅影響，為本地勞動力增添咗新動力。近日有評論將人才政策同雙非相提並論，以此為由促請當局從嚴把關。政府固然要確保輸入嘅人才能夠為香港作出貢獻，但將搶人才同雙非並論，明顯就係隱喻失義。對香港嚟講，雙非係一個法律問題。2001年終審法院喺莊豐源案中裁定雙非屬於香港永久性居民，可以享有基本法所保障嘅權利。同雙非嘅性質唔同，搶人才係有明確嘅政策目標，目的係為咗緩解香港人口老化同勞動力不足，兩者根本唔應該作類比。香港嘅搶人才措施本身有嚴格審批，絕對唔係中門大開。以較受社會關注嘅高才通計劃為例，計劃旨在吸引高收入或者名牌大學嘅畢業生嚟香港尋找發展機會。事實上，香港政府不時檢視措施嘅執行情況同成效，適時作出調整。例如要求高才通嘅申請人提交第三方學歷認證報告，杜絕假學歷，而且只有證明已經喺香港受聘、開辦或者參與業務嘅高才，簽證先至獲得續簽。人才係第一資源，亦都係促進經濟發展同競爭力嘅原動力。一啲求才若渴嘅經濟體，例如英國、日本同阿聯酋，同樣有類似措施，容許名牌大學嘅畢業生定居、創業、求職，甚至係體驗生活。喺人口老化同少子化雙重夾擊之下，香港整體勞動力已經出現短缺。國家明確指出，支持香港打造國際高端人才集聚高地，就係俾各地人才同本地人才攜手為香港高質量發展賦能。搶人才同輸入勞工對維持香港競爭力至關重要，亦都係香港能唔能夠實現八大中心定位嘅關鍵之一。就搶人才措施嚴加把關，確保永久性居民身份不打折，切合政府一貫做法。政府亦需做好教育、醫療、住屋等配套嘅規劃，以應付獲批嘅人才同埋佢哋嘅家人來港定居嘅需要。將雙非呢個歷史問題同搶人才措施混為一談，可能令部分市民對來港發展嘅人才抱有懷疑甚至負面嘅態度，亦會影響人才來港或者留港發展嘅意欲。對於香港搶人才、留人才，絕非係好事。